德国上大的嘉年华会也是科隆共欢节，即届的游行的小丑啊，就是美国总统 Trump， 也有罗西亚总统普京等等有名的政治人物。这场嘉年华会呢是隆重会办3个月的时间，伫个3月初3，也就是玫瑰拜一的时阵，是会上好看头的，互大家会当借着这个活动，看团队呢是安怎来敲洗这的政治人物。 美国总统川普到球场在踢地球，正手是司法女神甲自由女神，伊的喙角翘起来，头前的2个女神，一个目睭看掉了，一个跪在涂骹。另外一个川普亲像骑在越野机车咧冲，脚踏正途机喷出来是乌金的石油。另外为川普当选了后，定定出席白宫的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甲德国企业界另类选择党党主席韦德尔拢斗阵出来。 马斯克坐伫一对伸出去的双手顶悬，后边在是小小的韦德尔。Trump-Wagen ist nicht erst nach der Wahl entstanden. Den haben wir schon vorher geplant und haben im Endeffekt leider das Erwartbare vorausgesehen und geschaffen. Das ist sehr traurig. Ähnlich mit Musk, der sich hier bei uns in eine Wahl einmischt. 德国国防部长佩斯托瑞斯提8号线后边，伊原来用要无穿衫，重要部位用乎德国国旗的头盔遮掉咧。要交出权力的德国总理肖兹，甲绿党的副总理哈伯克，坐飞机就特别摔落去，甲自由民主党党魁林德纳协助会。uns selbst drehen, sondern wir müssen dann internationale und nationale Themen aufgreifen. 罗西亚总统普京最近甲美国总统川普会谈了后，看起来较有颜面。这摆游行设计是互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用爱的铁锤伫战争这代志，爱伊唔通阁拍。德国的嘉年华有3个月，真侪所在拢举办活动。2月底3月初之间来一上高调的结束。甲时阵玫瑰拜日，因看到这政客甲士士送去的街路，甲因敲洗一下。公视新闻，恩文宁报道。